今年5月，位於紐約曼哈頓唐人街東百老匯嘅萬豪大酒家正式開業，憑借寬敞舒適嘅環境、地道嘅粵菜風味同埋專業嘅宴會服務，迅速成為華埠備受矚目嘅大型粵菜酒樓之一。究竟萬豪大酒家有咩獨特魅力？即刻跟住華仔一齊去探個究竟。俗語講，一日之計在於晨。今次華仔就先同大家由萬豪大酒家嘅早茶開始講先。大家無論係一家大細飲茶聚會，定係約埋3、5知己嘆翻1盅2件，都可以喺呢度品嘗到豐富地道嘅美食，感受到粵式飲茶文化。如果你問華仔萬豪大酒家嘅早茶有咩必食推介，大家可以試試佢哋冰皮榴蓮同焦糖布丁，其中經典港式傳統點心糖沙翁值得推薦。佢外層布滿細砂糖，口感外脆內軟，蛋香濃郁。華仔好開心能夠再次品嘗到呢份久違嘅傳統老味道。除咗早茶之外，華仔都要重點推薦萬豪大酒家嘅午市特價同埋午市套餐，經濟實惠，份量十足。無論係2、3位朋友食飯，定係一家人聚餐，都有唔同組合可以選擇。套餐由點心、粥品到龍蝦、小炒一應俱全，搭配豐富，價錢相當抵食。華仔認為，一間酒樓真正嘅實力就係睇後廚夠唔夠專業，同埋每一道菜嘅出品質素。今日片中大家見到嘅畫面，都係我哋唐人街華仔團隊現場真實嘅拍攝。華仔只希望將最真實嘅萬豪大酒家呈現俾大家。今晚我哋走入佢哋嘅後廚，見到經驗豐富嘅粵菜廚師團隊各司其職，由食材挑選、掌握火候到精心擺盤，每一個步驟都一絲不苟。睇住後廚有條不紊，備菜、出菜，一道道色香味俱全嘅佳肴陸續送上宴席，廚房運作流暢。我哋親眼見證咗萬豪大酒家承辦大型宴會嘅專業實力，亦感受到佢哋對每一場喜宴嘅用心同堅持。